今晚和程人姐在酒店住。住酒店？嗯。今天晚上不回来了？大概是吧。她说她们闺蜜卧谈，让我别去找她。那没事，我先挂了。哪是让你别找他，是让我别找他。他惦记的乡亲们今天又来看望大家了。总理和乡亲们发现场新收入为了还有放心。你这律师当的也太辛苦了吧！我还以为你拉我出来住是要出去浪，没有想到让我在这里看你办公。你先把自己照顾好啊，我还剩一点，完事之后给你来个全套马杀鸡。喂，我是温少卿，从容他在吗？从容他洗澡呢，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喂，有事吗？我看你白天走得急，没什么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去法院备个案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从容。算了，你没事就好，早点睡吧。明天晚上你回家，我们好好聊聊。再说吧，我很忙。我说你干嘛要拉我出来住呢？你跟他吵架啦？这是什么？上次被你撞了，来家里住的时候掉的。你现在给我这有什么用？人都不在家，连个道歉的机会都没。挺像发圈主任的。就这些？还不够啊？你说他会不会是吃醋了呀？他就是故意气我呢。哎，你看他朋友圈，像是在意我的样子吗？除了学术论文，就是药品名称。菲布斯他，这哪是什么药品名称啊？菲布斯他，菲布斯他，并非不想他，这明明就是暗搓搓的在说想你。我其实挺讨厌自己现在这样的，只要一碰到有关于他的事情，我就特别矫情。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人设啊。我知道他肯定是误会问上官老师了，只要解释清楚就行。可是你看他这么幼稚，还故意气我，所以我就是不想跟他解释。你还笑？我啊，是真的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幼稚鬼。不过我的柔，这个谈恋爱吧，它跟打官司不一样。什么撒娇呀、卖萌呀、矫情呀、腻歪呀，这些都是特别正常的表现。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是会让一个人变得不像自己。所以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让他来哄你啊？我才没有。